圆道禅院建辉法师带领的法师群，长期推广金刚经写神。今年经伫善心大德法心布施设置全台10外处据点，开设写神的课程，互参与的学员拢欢喜充满。有的学员表示，有机会会当为家己甲厝内底的人做金刚经读，完成的木宝作为传家之宝。建辉法师表示，写神毋是一堂书法课，而是互家己内心稳定，培养定力甲智慧，也借由书写经文过程中，提升心灵免疫力。至于最近疫情很严重，所以所有的防疫人员、居疫人员以及全民呢，都陷入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，也很紧张。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度过呢？除了身体要健康，保持心理的平静之外呢，有一个居士发起了，他想要跟大众结缘金刚塔的礼盒。这个金刚经塔礼盒是一个写经的工具礼盒组。这礼盒里面呢，包括所有写金刚经塔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经文，还有宣纸、金刚经塔的底纸、文房四宝，还有这里面呢，对于金刚经的开示。提供这个礼盒给大众是一个方便，让大家呢可以在防疫期间用写经的方式来安定自己的身心。圆道禅院配合伫厝内防疫措施，将实体课程改为云端网络线顶学习。每个月过少的拜六礼拜云端神堂，由法师带领大众做伙共读金刚经、写金刚经读。伫疫情紧张期间，持续带领大众修学，聚集大众的善心愿力。同时，佫特别提供金刚经写神礼盒400份，以及华严经700份，免费结缘居家检疫以及防疫人员，也欢迎四方的大德做伙加入强大善举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